拄则咱看到服务，也有运动较赢耍手机啊，因为到少年的查某囡仔规工掠手机啊，金金看，引起到后天性的失望。这是高雄一个今年16岁查某囡仔，伫咧扣篮这段时间，也有开学了后，过落甲弄红灯，险险啊发生车祸。原来是去滴到红青色的色盲，看袂出来到底是红的或者是青的，甲青灯当作是黄灯，险险啊互车撞。医生讲，原来伊长时间拢咧耍手机啊，逐工看荧幕超过10点钟，引起到蓝光性引起后天性的红青色色盲。这款的假骂会当讲是规世界头一个咧。头暗一直咧看手机啊，这是手机啊族定定咧做的代志。高雄有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因为安尼煞来造成后天的红色甲青色的色盲。在过马路的时候，发现那个明明是绿灯，然后我却觉得它是黄灯，然后就想要赶快过去，然后很多次就差点就是发生车祸。查某囡仔讲，伫咧休热的时阵，伊逐工拢真手机啊超过10点钟，尾啊才豆豆发现讲目睭伫咧较暗的所在，适应能力变甲足歹的，亲像着假骂安尼，着要等1点钟了后才会当看会清楚。而且佫发生过真侪摆，甲这个青灯甲看做黄灯，雄雄甲冲过马路，差1点佫发生车祸。它会造成色盲，这最主要是的蓝光长时间的暴露，造成我们上面的感光细胞包含了锥细胞还有感细胞的受伤，判别颜色的功能产生的问题。医师讲，后天的色盲是因为视网膜顶悬的长条细胞甲尖细胞长时间接受到高能量的蓝光，迄种诱发压力的影响，致使视网膜的侪眼细胞的附近产生自由基甲发化氧，也若这两种物质拢会来攻击细胞，所以才会致使这个查某囡仔产生后天性的色盲和假骂的现象。这嘛是全球头一桩案例。基本上这个案例是不可逆啦，不过它真的是很奇迹的，我们在短时间内给予他最正确的治疗方式。临床上遇过很多，几乎是都是不可逆的。尾啊，伊有停用手机啊，佮加上2个月食物调理，即摆伊目睭的视力已经恢复啊。医师嘛提醒讲，后天红绿色盲，若无来甲提早治疗，恐惊会成做全色盲，这是袂当无张持，佮甲激放。记者综合报道。